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顶个月27号定案，将编列500亿的预算，要用来打造沙仑立林科学城专区。3号这天，伫咧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邀请到交通部以及台南市政府来到桂林关心沙仑立林科学城的用地，并且听出相关的简报。会中交通部长贺成旦表示，该计划有天时地利人和，伫咧未来开发以后，将会成为世界级的立林科学城。立法院交通委员会3号来到交通大学台南校区，听出科技部、交通部、高铁局以及市府对沙仑立林科学城的简报，了解园区未来规划。会中立委叶美丁、林俊宪也表示。高铁周边的土地拢真完整，对打造立林科学城有真好的优势。因为整个土地够大够完整，好，所以我们很高兴又在这里，除了可以开始这个高铁的周边土地，高铁站的周边土地可以真的有效的运用，这是第一个值得高兴的。第二，我们更高兴的是这个运用呢是绿能的。刚好跟我们台南的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可以完美的结合，不会有任何冲突或者是破坏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感到高兴。中央就公家先来开发嘛，那其实后面呢，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招商计划，还有很多的，就是看能不能吸引人口进来，因为这块土地其实从高铁站设立以来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动了晚上还是荒郊野外，这个地方我开车进来还会迷路，也就是说，这个跟我们台南地方是完全另外一个没有结合的地方。刚刚到交通大学这个地方我只知道交通大学的社分校，我也没看过，不要说来过了所以这几个单位进来以后，给我们地方带来一些希望和一些信心交通部长贺成旦伫咧会中也表示，科学城的土地需要有整体规划，未来也会将目标设定为国际级的立林科学城。过去比较没有能够来做有效的开发，也像林委员所谈到，反而累积起一个足够的规模，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并不是把它当成说感谢政府或者是科技部这边有一个帮我们去化土地，我们就觉得十分荣幸。我们反而觉得说这件事情它累积起来的规模应该要做大事情所以我也希望刚才我们胡局长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除了是过去我们个别一些土地跟个别的有这个未来管理者来做合作以外，我们也希望整体这个土地的规划必须是有一个整体性的比如说刚才在公务局这边提到了说有1700盏的这个路灯，它只是变成 LED 就表示达到节能了吗？还是说你在这个改变这个 LED 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电灯杆要不要变成是 WiFi 的这个什么这些 point？ 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应该一开始就要来想的。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地方的想法，我就不说多长时间了，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的。我非常希望在这个上面，不管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协助，或者是部里，都希望把它用一个规模的角度来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出很多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来。台南高铁站是全台湾高铁站周边土地上界大、上界完整的，但是也是上欠缺开发的地区。这个缺点今嘛变作优点，透过政府完整的规划，将会推动地方的繁荣，提升国家的立林发展。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由监务单位进行业务报告，其中有关着0206土壤液化区补助的部分，议员陈义珍认为无够详细，尤其是位于液化区的周边，因为东西市无划入范围，使得连会勘的机会拢无，补助更加无可能。对此，议员希望监务局伫咧专案会议提出补救的办法。针对0206土壤液化补助，东西市申请提报总共460多件。
市府依照下限程度无同，补助嘛无共款。不过议员陈义丁却质疑，补助的范围是古今或者是整个范围，因为有位伫咧土壤液化区周边的受害者，当初是无被列入范围内，使得连申请汇款的机会拢无。议员希望会当以专案来处理。它就在这个整个土壤液化区的范围，当时这个地方也已经做了水沟了哦，水沟啊路拢顶着哦。就表示讲，你阵认定讲伊有这个问题嘛，所以就甲顶着。跟做了，今嘛，伊规个区域连你划在范围里面都没有，连要去看都没有办法，安尼敢是足奇怪。只要有通报，在迄个期限内底有通报放的当然这进前可以再复刊。进前我有捌提出过当时他就是公所通报到我们市政府，你们有定一个时间嘛？那可能时间点的落差，导致他最后只有他应该通报了50-60户，最后只有20-30户到了我们市政府里面去。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的落差，不过就是讲，恁当然恁会去做水沟啊，你会去做路，一定是你迄个当时认为讲这个所在有土壤液化现象，你可以去做啊，不你有白做吗？你认为它有这个现象，你才去做嘛？结果你做了之后，结果现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重做的范围里面，结果一竟然要做这个两季的范围都无算，连列在土壤液化的范围都不算，导致他连去鉴定的资格都没有。另外，在这届梅子风台期间，因为风力大，造成北安抽水站断电，使得区内水抽未赴，议员要求一寡较老旧的抽水设备，水利局应该爱便利替换，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台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在咧水利的部分，因为宁德地区三亚溪整治也未全部完成，造成该地区一落大雨地积水。对此，议员杜素莹要求水利局爱赶紧发包，并提出完工的时程。为着要彻底解决宁德地区的水患问题，目前市府水利甲公务单位正咧进行万大桥拓宽工程，因为三亚溪沿岸缩小，加上虎尾寮甲宁德地区严重落差，造成一落大雨，宁德地区就容易积水。对此，议员杜素莹要求水利局提出工程的时程。咱遮拢还未拓宽，无做好，咱的水要安怎个抽出来？抽出来，搁淹倒入去，这非常非常的严重吼。搁来就是咱虎尾寮段遮的管的，咱的落差有10米以上嘛。那么这边价甲拢咧淹啊，迄边虎尾寮的水搁灌倒落来，地势甲咱太子路口甲鲁龙路口这个棚空，并若落雨，就爱来牵黄线，落雨就爱牵黄线，所以整个。咱已经开合并，甲即马咱开有够侪钱啊吼！遮咱偌久会当去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讲，伊的平行段，就头拄仔讲万代桥甲祭坛桥，目前已经有6标，有2标是迄个立和局在办，有1标是公所要办，另外就是咱水利局，佫有2标要来办吼。是。拢总差不多即节爱差不多2档，因为陆续发包，边仔佫有工厂，施工真困难，陆续发包了后，佫会当2档后规段都会当完成。但是咱应急的部分已经有用迄个预注式的先甲加灌，所以即边是无满出来。另外，针对宁德外环27号道路，目前公务局也已经地上查估，只剩1号也未协议好势。地价评估，公务局为着要平均，因此路头路尾共款计数。对此，议员也无意见，只要求早日处理用地，并开始动工。台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新旧河港伫咧前市长任内拍通以后，到即马变做一条无尾路。尤其附近管市平台，最近阁成为掠宝可梦的圣地。对此，议员曾玉珠建议，希望市府爱赶紧兴建渔港大桥，互管市平台会当连接渔港岛。议员曾玉珠以荷兰过河底桥新概念，提出渔港大桥无共款的兴建方式，
因为当初时郑市长拍通新旧河港的时阵，原本有规划要起渔港大桥，但考虑到桥悬甲引导后来被退回，对此曾玉珠议员提出新的思维，甲工务局探讨。什么渔港大桥，渔港大桥，坦白讲是在我们前任的市长徐市长任内去把它打通的，所以其实来到这嘛已经几啊档啊本来伊是一条会当通行的道路，可能迄站的市府他有另外的思维他去造就了那个水井公园，所以把迄个旧港新港打通了三迄条路怎变做是已经长路的桥，但是来到这已经偌久啊？局长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已经多久了？将近多久了？应该10几年了。10几年了嘛但是我感觉讲刚才一直都没看到后续我们市府我们权责单位对迄条桥未来有啥物会的规划拍算？因为他袂讲足侪咱的民众，包括今年都因为迄个宝可梦，足侪人拢去关系平台迄台你嘛看到迄嘛因为遐夜市嘛应运而生整个不仅人潮拥挤，甚至嘛造成另外一个垃圾的景观。所以有足侪人突然之间再去询问到讲咱这条桥到底市府有要规划要做无？局长，你大概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渔光长话短说，到底有要做无？当初我们也是本来就有计划，而且我们编了这个设计会。是。那当初我们是认为这个大概高度那净高大概20公尺就够。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呢，那么大概就是这个农委会那方面他们业主方面，他认为这个20米是不够的。是。大概要提高到38公尺高。38公尺。那38公尺高的话，它第一个当然经费会增加很多，第二个最主要是它的引道会拖得很长。所以这个案子大概就打住了，困难。另外也考虑到这个渔光岛未来的这个发展。那所以大概就是说，是不是等这个渔光岛整体规划，那再来考虑。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去研究其他的工法，就是说高度那么高，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善？另外，有关着树木串根的部分，因为南宁高中的跑道每一届整修无偌久，跑道就真容易被四周边的树串根破坏。议员质疑到底是要保护跑道，或者是保护老树？工务局长回应会当调向将树叶加大，增加挡根板来阻挡。台北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交通局长张振源因为不满市府全体同仁甲客运业者合作拍拼的公车捷运化成果，昨在咧议会当中，因为议员的几句话就被否掉，下午伊亲自召开记者会来澄清。因为伫议会工作报告，交通局被批判公车捷运化的成效无好，3档来公共运输使用率只提升0.5%，加上未来先进运输系统的规划，佮被强烈质疑有南北的差距。加上交通局会中佮无法度详细解说，所以加工局长亲自召开记者会要来反驳。强调公车捷运化历来协奖无数，甚至有空前的政府服务品质奖，大家努力的成果绝对袂当被忽掉。我们整个的一个成果不能被抹杀。我们同仁的努力，市府各位各局处的协助，中央的补助，还有我们客运业者他们的努力。还有市民的支持，让我们的运量能够从749万到1802万，这个成果是不容抹杀的那当然，我们同仁拿了很多奖项，这些都是我们捷运化公共运输系统所获得的奖项。另外，有关先进运输系统也是轻轨规划，有议员认为上早，甚至轻忽了溪北。对此，局长嘛以台北、高雄开了20档才有可能通车为例，强调谨慎的评估、完整的规划绝对不是画大饼。
对于新营地区呢，第一条路线啊，各位看到啊，新营地区的第一条路线啊，我们是从新营火车站到盐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盐水的风炮、月经港灯节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它需要一个比较快速的运送轴带，所以我们在第二期路网里面，我们把新营的这条路线也放进来。那也有人认为说，我们新营是一个8万多，将不到8万人的一个都市，难道需要捷运吗？我觉得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很遗憾。我们还是要规划。局长难得亲自召开记者会，要来宣布，除了对市民交代，嘛是负责任的态度。更当看出高雄局同仁第一时间传出数据，展现成果用心。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叶石涛文学纪念馆伫个这礼拜六将要满4周年，文化局为着要让民众更加熟悉叶老的文学创作，甲咱台南人生活密切的相关概念，今年的馆庆特别推出了特色市集等等的活动，就是要让市民感受到台南四界拢是文学。为了让更加侪民众会当认识叶石涛透过文学作品对台南这片土地的爱，更打进咱的生活。今年文化局特别一下曾经出现伫叶老作品当中，包括米家、大菜市等店家，要伫4周年馆庆当中，首次用特色市集的方式来呈现，要让叶老当年所描写的地景，不过再是过去的文字加相片，而是现在进行式。号名1001夜。咱今仔日看到讲，叶老的文学甲这个城市做伙咧进步的，咱城市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阵，咱并无甲叶老的文学咱甲放落去，所以咱过去种就是咧读过去式啦，过去的代志咱一直甲缅怀，一直甲记忆，但是咱今年开始有这种的开创，我们要把叶老的文学变成是现在进行式。怎么变成现在进行式呢？咱结合了在米街的我们人文会社很多的好朋友包括我们就来帮我们传统的糕饼店，那我们透过大家好朋友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发想，还有自由创作者大家对于叶老文学的一个体会，还有书写台南的一个故事，我们把这个地方结合起来，那我们来形成了一个叫1001夜的特色市集。当年馆庆对5号开始，除了率先登场的特色市集，也有面包车甲团的演出、户外电影院以及文学作品甲广告书等丰富内容，要让市民感受叶老文学的内涵，甲处处是文学的气氛。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中草药除了是重要的文化医疗资产，嘛愈来愈受到欧美国家的重视。对此，南台科技大学3号特别邀请侪重量级的学者、专家，共同来发表因上届新的学术论文。同时，透过研讨会，要让外界了解草药应用的无限可能性。会中南台科技大学讲座教授苏叶林表示，伊将数20年来，因应后面愈来愈重视中草药发展潜力。
加上个人社会带领，嘛可以个当前开始投入相关研究，希望借用中草药来进行抗老化、抗癌的检讨。所以，上午伫校长全力支持之下，国内相关重量级的学者专家拢难得组织，都是发表相关研究学术论文。中草药可能是21世纪那么老化相关疾病的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主流。譬如说，那个郑永杰院士提到的那个精纯佐使的概念、复方的概念。那么这些呢，都不是过去20世纪我们感染症很清楚一个病毒，那么抗病毒药物就解决一个病毒。那代谢症候群、癌症或者老化，这些都非常复杂的机制。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21世纪那么药物的开发，或者是其他的治疗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检讨，在这个时候呢，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面对老化一项是21世纪的生物科技主流，其中美国耶鲁大学药理系教授陈永基嘛以中药抗癌的试验成果要来进行分享，相信中药加西药的结合运用，以后将造福更加侪患者。另外，伫研修的研讨会外，有相关海报设计比赛，希望用精美的设计，和中草药等新药研发更加吸引各界关心。但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医学上所讲的谵妄，因为会出现幻听，甚至是攻击的行为，真容易会被认为是精神的疾病。不过，新台病院基金部医师表示，其实这是侪老大年人因为身体状况恶化，真容易会发生意识混乱甲障碍，所以有相关特征的老大年人，家属一定要提高警觉，赶紧送病院彻底治疗。根据医生表示，原本好好，突然间意识混乱，有当时也清醒，有当时也个起性地，甚至常常唔捌厝内人。这款急性的镜头，有可能就是医学上所讲的谵妄，因为这是65岁以上长辈较容易产生的镜头，甲实体症无同，所以医生提醒有相关的特征，会当直接挂急诊来找出是脑病变，也是药物副作用所引起的原因。急性谵妄的部分的话，比较容易会发生在65岁以上的患者，那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情况，那也有可能是最近有接受过大手术、外科手术的情况，这种病人会比较容易发生急性谵妄的情况，他可能会出现意识混乱的状况，但是它是一个波动性的，会时好时坏，那严重程度不等，有时候可能只是乱讲话，或者是晚上不睡觉，那有可能不吃饭，那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暴力行为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是急性谵妄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子突然出现的急性谵妄的状况的话，建议要提早就医去检查背后引起急性谵妄的原因。医生强调，其实若容易患得谵妄老大人，除了身体变化，嘛代表脑部对环境其他是身体压力的适应程度较歹，所以为了避免退化，需要一定要做相关的检查，找出真正原因。但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128度，8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